桃园烟都12月25日到如果升级变做桃园市的哦。我哋今日访问呢，如系第一届一国民党提名的第一届桃园市长的常胜人，也系响应嘅桃园烟长吴志勇，烟长好。其實桃園呢，一個客家人口係全台灣個樣是千多嘅，我講80萬上人哦，其實非常多哦。不過頭多人哋也講到講，桃園愛升級變做一個韓國有規模嘅都市嘅。咁人我感覺講，一個桃園嘅客家味，我講常變少冇。應該唔會啦，嚇。不過我上網答辯，講你升級以後就所謂六都嘛，嚇六都嚇，但六都地位。主要你桃園市係有客家人較多嘅所在，吼，所以你有啲基金，哦，一定可以留你客家文化保存，哦，傳承下去，吼。最多客家人嘅所在係你桃園縣嘅，吼。韓國大約客家人分布最多係你桃竹苗，哦，桃竹苗，那桃竹苗嘅中心就係你桃園嘅，吼，所以。故說你來攀了客家相關的事情，較有理由啦，吼。韓國人就係機場所在地咩，吼，世界也攀了世界發通，吼，全世界客家人轉來都了為較強，吼，較強較方便，所以你希望講以後你變直轄市以後，第一站就想然你桃園縣變講客家歌曲嘅世界客家歌曲嘅中心。哦，客家歌曲嘅中心，哦，有想過用嚟做下。其實你大家點哦，你客家文化館裏邊有青島你客家嘅音樂嚇，像你鄧雨賢老師嘅大家都啲嚇，叫做龍潭面嚇，個桃園嘅龍潭面，個其他歌曲做青島嚇，全部翻唱過過年嘅啦，好老花啊，韓國還有彈過外國人唱其他歌嘅嚇，所以講你。平時嘛有辦青島嘅活動，像天傳嘅你就辦全國嘅客家嘅歌謠嘅比賽啊。韓國你客家文化節啊，辦2萬人嘅大合唱啊，大合唱就不管你係乜嘅出拳嘅人，全部共下來唱客家歌嚇。韓國你有青島會作詞作曲啊，韓國咧製作音樂製作嘅全部客家人咧，全部始終都係你。桃園縣，所以我知道你有啲機會。唔敢講，除了客家政策以外，還有乜嘅嗰種態？唔敢講，升級過後，可能本來想要做升級過後，韓國有一個資源想要做嘅政策係乜嘅？桃園是一個最慢升格的，但是不是第6都啊？它現在的競爭力已經是全國前3名啊！我們這個努力下來哈，我知道佢還有在今後會發展出國際化。因為它是國門之都啊，你係講青島嘅那亞太營運中心，也變到桃園航空城，安就終於通過了啊，這個會讓桃園啊成為未來台灣發展的一個中心啊，所以我們這個是我們桃園最重要的一環，加上我們的捷運建設啊，全部有聯動飛機場、高鐵。台鐵啊，韓國聯動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3站直轄市全部聯動平衡，所以整個的效益會非常非常好啊！台灣一定會加油啊！哈，所以希望講你桃園即家就講，你有機會影香港勝新加坡啊！桃園就上會贏哦，所以規則台灣應該大家冇。存一個失敗主義，講你做唔好啊，你冇辦法啦，冇法度啊，就想看你即家用辦上吼。頭講到青態一個開發桃園航空上，其實先前也沸沸揚揚吼，鬧到去太旁。好鬧嘅，你嘛該做人鬧啦。所以其實也真係大家唔感覺講也愛，雖然講通過嘅，唔過反對嘅人，就算伊係少數，也係愛談嘛吼，身為父母官安尼。唔感覺講一個爭議係持續，因為嗰當年佢講講，可能抄 T P 嘅爭議啊，也沒有，佢抄 T P 嘅佢是天師自家講嘅，哦。政府做事情就會留在經濟價值做，馬上我去買，佢冇辦法限制咩？你知道你唔好，你就唔會去買咩？你知道你有希望，有的人就會去買咩？
韩国两摆两航空城，大部分的土地全部原本沿路的人啊，以前没有，以前那钱本你就提出拿走了，个钱也没清头。你开始我整理以后，我原本大部分的地我原本，其他做嘛干呢？做捷运的腹地，做了3年的腹地，做了第3跑道的，俩做的公司在当然为到国家的建设是有牺牲，但是你要把回去给他们更好的规划。所以俩做以前呢，按永远呢。呢，从来没上岸多的啊，我们把皮塘保留，把河川直接就整治好了啊。韩国嘞，先建后迁，一村一安置啊，还有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交通做好啊，2条捷运在里面啊，所以讲两条件是公司在清好，所以大部分的人是希望参加啊。当然啦，有的人是对比这个原来土地的一个感情，要嘛来哈，佢较无想会参加哈。这就要是不妨碍那个飞行安全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内政部的都委会都会让它保留。工作还有一条人呢，嘛该按那基础的反对的啦。那这基础的事情有道理的，你就做没；无道理的基础会吵，但做唔得个，是搞啥你是啥？为了主动一张国家推翻而起飞，等于10年的事情，被少数几个人绑架，那是做唔得那东西。一摆现今印度多的主要对手还系同松柏共用。一摆其实人讲讨厌死嘅事情，其实嗰人啊，冇乜人睇，没有几多嘅讨论，因为人呢唔同嘅对手，唔嘅面条路养几多，唔用嚟看一摆嘅事。现今。真正的对手是一家，就像考试中用的，爱做4年人的嘛。你看4年人做的好，大家会容易支持；做唔好，可能你会讲，阮撇啥做会较好冇，做安样型。所以爱说还冇必要当然拢你对手去吵架吵架，你这家做好就好没。所以还是安样型的想法啦。其实现今嘛唔是天天老年。天老年咧，大家都在作秀，那希望讲，你客家人的精神就会硬强。真困难的是像直辖市啦、捷运啦、航空城啦，整个河川大整治，俩都全部真困难。你客家人的精神就不是公安多，就慢慢一步做，就全部奇迹都发生了没？选举就是这样子，我觉得不必再花太多精神在。口舌之争啦，没有必要啦。我们把未来的远景规划好，让民众去选择嘛，做安游戏。好，非常感谢院长接受我哋嘅访问，多谢，也非常感谢乡亲朋友嘅收看，我哋也会继续访问其他嘅参选人，请求请也继续收听。